校长。啊？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好，你是？我是健身体育的业务经理向丽文，想跟你讨论南翔女篮队的事情。等下，等下，咁樣啊？来啊，躺好来啊！真无简单啊，大家恐吓行到遐比咧，等下天气场就会赢啊。唔是紧张吼，就做平常时练习的，做好防守，唔是吊紧，咩唔是想太多，应该切就切，应该得就得。杨平他们很爱切啊，你就数目按签啊哈。我们人很少了，不要犯规哈，顶冇？顶。好嘞，唔就你批嘞，教练去四边啊。哈？教练，你做嘛敢问你啊？范袁教練唔係好教名單當好嘅教練啊，故所無法度入去。啊，今要行影響到練球嘅心情，張無人就講。哎呀，專心，大家练都按辛苦，唔係就係為到根本嘅，係冇？好嘞啊，那小面條啊，送天使呢，吼，好嘞，去報到嘞，哎，帶大去報到啊，啊，加油啊，去啦！好，報到。教練，教練，雙方有5個名誒。有關。啊！这有時間啲人啊，冇乜個好看嘅。好似你今天咁樣輸到盤。錯啊！打工會看到人是在唔是分哦。唔對，我睇見人我那騙你啊，衝水去搞。你會大洋用品啊？臭毛皮仔。就本来好，来，让我松。行了，想吃点。毛皮整，你做嘛？教练，来想讲，俺日本太家较强爽。唔知可以不用强怂啦，还没有诶。石建总，去喂，来。有空洞就得啦没，哈。杨平23连胜过后，输踢咧第一场就系南雄，做得冇？做的。
行啊，唔困球。教练中得啦。因为啊，教练多很你耶，好似勁呢。走的。行啊，送去哦，签名表吼，照本记就是吼。冇問題。我記得哦，體檢我留記着咬狠狠，現場無觀眾，留着加油哦吼！輸的世界會東南大哦，一定要咬死佢，來！加油！加油！好，冇驚哦，加油！抱歉，唔怕，跟来了。往左邊跳。跟，閉嘴！閉嘴好球！對到，對到。给我守起来！你差点守住我了。上次的健检，我们发现你的手有旋转肌撕裂问题，注意一下，不要用力过猛就好。暂停。加油！痛。还是啊，唔用嘛？冇用诶，你做嘛哈？进攻唔是按丢紧嘛，丢紧嘛该啊哈？记着比唔着喊较丢紧啦，较冷静着的好无哈？风速术后来啦。飞吻啊，卡 V 啊，人家那么高，你不卡位，篮板拿下来啦。好，还用有几飞转换快攻，直接打过去，不要等了。好，来。来人！阿允，分批整。教
教练，我很做得到。啊！哦，胃痛哈啊！跌倒个时节，有通拢冇该上无？冇。罗佩珍，我警告你哦，如果你是旋转肌断掉，你现在再上去打，接下来一辈子都不用打了。谢坤英哈，哎，对吗？该啊！教练，我很做得到。错好，拜托，帮我爽爽啊！去坐等。教练，我真的做得到。错好，冇就出去。教练，你不想打，我换别人。没事情啊。王委员，他那个右肩的旋转肌好像可能断掉了，帮我看一好，下。那来，同学，我帮你看一我下。没事，没关系，来，同学，我帮你看。我真的没事。这样我要上场。出去！出去啊！这边我帮你看一下，先坐一下没关系。快点！开球语！开球！开球！很冷静掉的啊哈，唔免希望批准做的声音，继续好好打啊，唔打面个去嘛个？因答应罗品珍要打洋用品，跟手一样啊，伫遐搏动哦，看二组嘛，看球的啊。我这个教练。对，等等啊，教练唔好闹咧啊！我真唔晓打大 V 呢，不过我根本扛唔入去啊！我又唔系按来硬的哈，唔敢唔知，唔知晓做嘛个？我当晓叫做东顶一下个用的。我唔错，大 V 单打，轻松摇的就会爱尾脚，全吹就会唔轻尾脚，对，头脑通啊，心通啊，数字通啊，系咪？来，Q。老记得加油啦！出老有讲过咧，手上迄毛，下面做得大。永碧加油，阿玉加油，王贤加油，一强加油，神奈加油，泰哥加油！太死了，我们永碧了！17号，你这样都守不住啊！你好意思当高年级吗？
啊，还有你有认真守吗？今天的比赛输了，明天上报纸的就是你们这些丢脸的，我不丢脸，丢你们的脸，听懂了没有？谁？没人啊？高云就让他投啊，投不进嘛。重点里面2个中锋啊，一个高一个壮，壮的在里面一直打你，高的上来高位也打你切，你就把他卡出去嘛，你让他进来，他当然打你呀。啊，你有人家高吗？有人家壮吗？卡出去嘛。教练，罗皮阵，你坐好来啦。蔡文这种嘛，我很做得到啦。上信给吹油，我看你无。说啊，闭嘴！你早上1-2分钟，你真紧懂无好呢。你真嘅懂麻煩，你出關就做 MVP。學字，當前搞完啦。好似等下有幾邊講要數字一條。俺那邊，俺程度是，你咋說講？好幾 N， 一天我養。好嘞，法案多，上一下等下用来打，做得冇？做嘞。等一下换1、2年级的上。教练，我们还可以打。你们先休息一下，第4节再换你们上去。南向已经没有体力了，你们在场下看训练跟表现。第4节换你们上去收拾他们，有没有问题？没有，没有。杨平，加油！教练，唔是讲嘞，冇可能。教练，今日老爱讲，来做啲现车。唔甘啲，迄讲啊，也较不稳爽创，唔可能。一生人都做唔得大球。教练，我唔要进攻，我要天数传球、动赢，你乜嘢都做得做。有可能，我还有100场、1000场比赛。唔过教练，我速度按呢，
我抢存100牢记着强下打球嘅经费，我想要牢记着强下，我抢存压下咧。蔡巧云啊！哦，安啊，快人！阿玉，叶坤，你做嘛该啊？坐好来啊，演走的啊。爱弟，你大都请好嘞。T 师姐，喊我意思唔诶。我要你讲一件事情哦，其实我就唔听同嘞，我真经就唔听同嘞。太讲嘛，不过做这种野炊油，迄是件很幸福的事情哦。无事情啊，我爱咯。爱弟好袂？太监唔是少，爱做唔得得啦。不过爱做得抢起条赛博嘅，加油！奶油，加油！红叔哦。给我，进来，别给我，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。好 Q。好 Q。还是教练，M 等一下我一定会打。打4哦，哈。飞文，发球，球发进来之后，Q 用大就横，走横哦。OK， 批准上来高位，好。教练，还有止痛药吗？唔系讲，来当日都得食咧薄荷糖哦，系无？加下个3分钟，很7加，然后7加止痛的。教练，来，赢，你们3-0上去，把这场比赛收了。我跟你说，罗佩珍没体力了。教练，可是他受伤了。受什么伤啊？啊？对敌人仁慈，就是对自己残忍。杨平，加油！教练，你请来哦。王轩，天空的上班床就唔是空气嘞，好，保留体力。用的教练，唔免提嘛，
路批人一堆都用品啊，一定会变到新泡泡的啊。上班床就要达到目的嘞，哈。故说呢，我爱分下来，下班床就145嘞。小心那个射手，不要投三分。好 Q， 好 Q， 一翔，好 Q。裁判，他先勾我的，刚刚明明就假摔。树暗娘，那气拔哦！你讲什么脏话？哎，还冇。裁判，这是不是脏话？这不是脏话吗？起拔是麻吉，麻吉黑起拔跟两个。最好是了，靠！那靠是不是脏话？好记加油！加油加油！一箱好 Q， 我迄度1000粉，一块亚摆嘞，苗路风都去看，搞稳了咯，加油！一枪，唔抛，今天来。拢煮霎霎。教练，又来。蔡巧月，你掂掂好冇？我做湿湿啦。我记得，输的时节，迄真好打的，因为压力都伫对手隔壁。半年前，因抢迄111足球吹，一下抢输松败冠军，一魂停停。想一下。你都马该会打篮球，你也会中意篮球。快乐打球，打球快乐！我的男兄弟杀手呢？你还没真劲，想要留球打甲做。迄讲唔系教练，但咱无稀罕嘞。教练，拜托唔本来做来打球，来真正想喺楼底教我打球。躺好来，一从比赛。因做咧输，不过切对爱本记着样都动辛苦，做唔到的教练啊，哪一次都懂傻批。刘真奇懂冇简单，有糖都冇，糖都
你唔着加油嘅什么？好，木柱打开来，来，准备好了嘛？哎，谢阿妹，双重嘞。老皮子，老皮子，你要动我哦？啊，唔做嘛该啦？还甲我帮忙嘞？佢哋咩做嚟帮忙？我梦到我一上去苗栗个球区打球，人哋打联赛，佢一摔出赌斗用品，分数闹到狠狠。佢哋一天冇想到，已經冇通過嘅球區，要做嚟老幾條打到安尼，都唔知高音嘅面必出嘅。結果咧，乜營養咧？比賽還蠻打鐵，唔過冇彩，冇人嘅強下，咩冇啲用品。邊挨啲奶？我唔知。一年级来讲话，再加10趟。等下哥講啦。阿姐，俺時間到咧。乜嘅意思？是夠上眼咧，俺嘴有啲頂咧。做嚟人強下啲球吹打球，俺正經動放棄哦。小本啊，是啊，唔着倒太低少嘛该啊，动因为动好来啊，对无？哈太伤着诶。我必须咧，唔着哈专心着诶啦。好诶好诶，下晝向4點集合，對無？对，計算。什么吹奏？不相关。小远，香蕉。
诶，紧来一两条了。我是中奖哎，背后这还较像好子呢。怎么安尼啊？哎，是有比啊。什么好子？哦，阿云吹中啊，素有比一般还另一比不会扭的啦。好啊，林嘛。什么好子？时间过得冻点呢。错啊，是到长大才连水无记久，结果唔着两三，拄滴打太转皮了呢。哎呦，太好送了，无简单哦。哪有你要走底啊？摆眼前，唔知唔遐尼讲呢。蔡有人请戏啊！下来。教练，唔放心啦，都安全。蔡家好，嗨！我是音乐一班的蔡巧宇。哎好子！两位啊！两位，我想问老太家讲。我要一个做一个的。我唔知佢要做一个么？根本嘅唔爱变嘢咧。我想要伫遐边人讲。都请本爱用意，本爱痴心。你接受人爱讲总唔得放弃，莫放弃，除非有一梦。就算爱受伤，你就免莫放弃爱。爱答应。M 男票，明年一定会当100票，当赢赛期台，赛期台，我想爱讲，讲啊，我马改，老皮子。蔡巧宇，太乌马哦。迄阵，你也快好命的咧。莫因讲你做因那么爱啊？阿韵，俺子谁？3年生嘞。明年就可能了，好好加油！姑嫂，挺用的吧？
很强哦。注意，啊，问这边用诶。清明无戏书啊，不过陈姨妈妈想要个提名试。啊，姑嫂还能继续做法院哦。要拜，鸡蛋枪会针对佛公。用亲好啊，啊，就转落啦，转落啦，啊！要拜还会大甲族哦。嘿嘿，唔是，嘿，现在参诉上啊，要求好到要脚踏实地培养球员哦，还有啊，要招福区附近的学生的为主。爱有心哦。嘿啊，那体萨就相当，高中没同意哦，哦，你就转来啊，一条细妹啊，要亲上啊。头摆嘅事情哦，就莫上暗度，就迄人讲的嘛，快乐打球啊，你嘛嘅爱赢球啦，哦 ，WIN 啊，唔係重點啊，哦，就迄樣講聽咧哦，嘛嘅時節啊，老高中見面，來張老人講。注意，有一件事情，一直想要问你啊。嗰陣時，學校唔係無人來報教練，清明係用於好點點的做啲雙重。長來了，長來了哦！快樂打球啊！HAPPY，Happy！ 南鄉南，啊南鄉南，南鄉南啊！冇歡迎啊！啊，看不到吧？跳啦！蔡球員，因為係喺啲念球啊。做嘛該來？唔係用咩來啦？來看唔到啊！念球會嘛？冇用呀。上擺基本嘅東西有啲用冇？我就冇用的，做嘛該用啊？哦，就太用的變到按面線咯。我出塗運動防護沒？哦，斯文的。嗨，大家。羅比特。我強強耶。導演哦。長命哦。冇看到來啊？教練。教練。教練好。教練，我轉來了嗎？你愛打羽。
哪有啦？我都不可以，年龄唔对嘞。哎，飞珍，你有喊秋转来啊？风行啦，我一吃昆动哎，我动流汗。苏哥，你转来打球，还是来打最久的啊？好，翻球妈妈。喊因真调的啊，蔡巧云啊，真死啊！何必准？咕咕兮兮啊！哇！哎，当然冇落睇個強下走咧。啊，哎呀，冇辦法咧。哎，好緊，係咩路咧啊？冇好咧啦。陳人冇睇路射啊！啊！小姐，救命！救命！救命！咩路咧啊？哎，咩路咧？幹嘛幹？幹嘛幹？那永遠都漂亮啊，差我一點點。不要！初哥，偷懶啊！起啦！哦，用啲哦，起啦！走啦！哎收！在天下我爱彼此弟兄，他来高雄爱会变多勇敢，是埋藏我的向往，还是一往长安？轻一些，轻一些，不要那么用力指责我，我真实着不要堕落。若对未来没有想法，是不是就爱无恙？要浪漫兄妹莫恐龙，浪漫兄妹莫恐龙。
那国中、高中跟大学都是从国泰体系出来的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徐瑞玲，身高155，体重54。在我国小的时候就被选上成为篮球校队。大家好，我的名字是高倩怡，我今年20岁，就读国立台北艺术大学电影创作学系，主修表演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蔡佳瑜，我的朋友们呢都叫我怪兽。我今年22岁，然后我的兴趣是打球、听音乐，然后我很喜欢唱歌。Hello， 我是小谭，我是一个热爱运动跟表演的女孩。Hello， 女孩上场的节目制作组，你们好，我是李慧荣，木子李，蕙质兰心的蕙，出水芙蓉的蓉，我来自桃园，今年27岁。我的名字叫做邱思婷，今年20岁，目前就读实践大学嘉尔系2年级。平常的专长和兴趣是打篮球，在球队的位置是后卫。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很累，没有撑过去，就离开一下下，可是之后又被找回去，我就慢慢在过程找乐趣，就觉得其实也没有想象中那么痛苦，只是跑起来有点硬。那位兄